人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平常时啊，我拢无闲咧甲人看病，足久无甲人出去约会，就少年迄款心中逼迫跳的感觉。啊，咱今仔日主要要讲的词就是约会。约会，约会，汉字写作约会。罗马字写做约会，约第4条，会第7条。约会就是两个爱人啊相招，做伙去做一寡互相拢介意的活动，互两个人培养感情的意思。像医生我少年的时阵，想要甲我约会的查甫查某，拢为北投排到车头咧。约会的所在有真多，即摆的少年人拄开始，通常拢会约去看电影，因为看电影的时阵唔免讲话，看煞了后，阁会当讨论电影的剧情，唔惊无话讲。有个人介意做伙去看夜景，通常拢是去都市附近的山顶，也是足悬的大楼内底，有一寡会当互人哪食饭、哪看夜景的餐厅。做伙看足水的夜景，真浪漫。咖啡厅嘛是即马真流行的所在，会当去遐开讲啉咖啡，甲茶房类似。茶房就是会当啉茶，甲朋友开讲的所在。嘛有人约会时会做伙去跳舞，跳舞伫较老派的讲法内面叫做跳浪术，浪术就是英语的 dance。跳舞的意思，这是英语、正日日语，再个正日台语的用法。伫台语内面，真侪词是安尼来的，亲像早前捌流行的社交舞、探戈、恰恰，拢是安尼的用法。复习、约会、看电影。看夜景、茶房、咖啡厅、跳舞、跳浪术，有机会出去约会是真欢喜的代志。不过约会时阵，查甫查某拢爱记得尊重对方哦。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